那这个整个抽水站呢，是在我们学甲区的4个主要抽水站的其中一站哦。那这个抽水站呢，大概有20 CMS， 再加上我们有一个1.5万吨的一个前池哈，总经费呢大概是3.5亿元之多哈。在我们学甲地区呢，在我们的工业区的部分呢，目前呢大概有一个3.4 CMS 的抽水站，那现在也在委托营建署来做发包施工，再加上我们的下溪洲抽水站，还有华中抽水站，这整个4大抽水站的一个完成哦，对我们学甲都计划区内的一个排水防洪整治是一个可以有大大保护的一个功效。这些建设的经费，营建署这边一定会全力来支持哦，包含了希望来改善这个地区的一个淹水的状况，然后也让那个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能够受到保障。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学甲市区紧邻将军溪排水及北学甲排水，且地势相对较低。为了改善易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共规划4座大型抽水站，包含华中、下溪洲、法源及工业区抽水站。法源抽水站在今年开工，预计112年完工。不仅可以改善北学甲市区淹水情形，蓄洪池也可成为公园，作为民众休闲的好去处。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仔日咱要做的这个法源抽水站甲下溪洲抽水站，拍这个配合着工业区的迄个山寮抽水站甲华中抽水站，这4大抽水站拄则咱的。局长有甲咱报告其实是要用心来解决来减轻来互咱的学甲这边莫阁淹水啊。特别落大雨，大家就开始你拜讲哇，水莫阁入来上好但是有当时咱天公伯爱保庇，咱嘛爱家己本身嘛爱做较好的，就是讲咱家己本身会当做的这个抽水站嘛好，滞洪池也好拢会当来。完成。这边咱今仔日要来动工的差不多是5亿6千万包括咱的法源抽水站是5亿还佫下溪洲抽水站是5800万，差不多6千万啦还佫工业区的迄个箱涵要拍通迄个部分佫有将近400万385万，这拢是希望讲会当来甲这个。淹水的问题来得到解决，咱希望讲准来当的时阵，提前到112年，看会当5月汛期开始之前，就会当完工，等咱验收通过，安尼，当年就会当用到。而且非常感谢营建署的帮忙，咱台南市的配合款，垫付款的部分，嘛感谢议员，会当甲咱注重，互咱垫付款紧通过，会当紧来做好，互咱学校这边的好朋友，互咱的里长，咱的区长，咱大家拢会当平安度过把水利设施做好是咱爱做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嘅欢迎收看12月8號嘅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為了協助社區推動在地化嘅福利服務，市府社會局結合台南護專成立了社區應收培力中心，希望透過人才培育、專業嘅諮詢加課程，讓社區朝向專業化嘅發展。在主管表當時社區號名往來寶貝時段，用活潑果水的人士，要為擔起社區專業性的發展，再來好彩頭。根據了解，社會局為了推動在地福利服務，落實在地人照顧在地人，這回結合台南護專成立社區應收培力中心，提供各區公所、社區發展協會第一時間的諮詢。包括社區的資源調查、如何執行專業的方案等等。商務市長吳偉鐵嘛親自到場為中心揭牌，場面相當熱烈。3、2、1，請揭牌。好，我們台南市社區永續培力中心正式啟航。
不管是产业发展，不管是安全发展，或者是福利发展，我们看到社区很多的这个工作一直推，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社区改组的时候，理事长卸任的时候，或者是理事长团队更动的时候，甚至理事长没卸任，但总干事卸任的时候，很多工作都变成从零开始。所以说，怎么样把这个社区发展的能量维持住，让这个工作不要因为人更动的话，就马上就变成归零，或甚至前功尽弃，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谢谢我们李副校长，还有我们台南护专各位同学，大家努力，还有我们郭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大家一起把我们这个社区发展的工作，能够建置一个像永续培力中心这样的地方，让各地的社区一方面彼此来这边互相观摩、互相学习，而且互相讨论，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工作都不会因为人员更迭而这个完全归零。我想说这个部分非常重要。社区要发展进步，除了里长、社区发展协会成员拢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何一棒接一棒，袂因为改选和地方发展来停顿，甚至该计划台南护专引进国际上新的做法，将全力以赴。我们社区的工作要一棒接一棒，特别是那一些新改选的这一个。新成立的社区的干部，我们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进入可以工作的方式？这是我们的责任。我有跟市长报告这一个所谓的培力中心是我们南部县市第一个，也这样的理念，其实是我们延续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这样子的理念。该中心地位伫中西区民生社区活动中心，服务时间对早起8点半到下晡6点，欢迎市民到场参观，嘛共同关心社区的公共事务。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结合基督教精神团体等机构开办工作坊，提供戒毒民众一位学习技能的所在，嘛希望让因进一步回归社会。市长吴伟霆嘛出席工作坊的开幕，希望大家甲政府合作反毒，并且让有心戒毒的民众机会甲肯定。永盛之家幸福农场带我回家工作坊伫咧7日正式开幕，市长吴伟霆、卫生局副局长黄文正以及各界贵宾纷纷莅临。吴伟霆望借由带我回家工作坊的开幕，让社会大众甲政府携手反毒，并会当让有心戒瘾的有瘾者一个回归社会的机会甲肯定。非常感谢永兴之家，感谢我们更生团契，感谢各位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关心。提供这么好的地方，可以让我们许多要走回社会的我们药瘾的患者的病的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他能够摆脱药瘾之后呢，能够走回社会。那这个需要互相扶持你光是靠一个人坦白讲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很容易在一个人百般无聊或万般寂寞的情况下，就可能又回到了那个药品的使用的老路。那所以我们觉得社会支持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目前伫工作坊有10位员工，其中有3位员工已经取得封闭丙级证照，而且因拢戒瘾成功，已经摆脱毒品的控制，靠家己的双手甲决心意志，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让父母以及家人看到家己的改变。带我回家工作网的成立，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机会，因为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培训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可以用的福音来戒毒，来改变我们自己，更坚定的走在实践的道路上，不再被毒瘾的引诱。现在的我是可以被差派到监狱里面去，跟一些受刑人分享如何戒毒。现在的我也可以是那个台南卫生局那个的戒瘾讲师，不定期的我会到各个学校去宣讲福音的工作、反毒的工作，这些都是福音
它的那个功效、它的成果，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很感谢上帝。卫生局表示，社会大众对着药瘾者负面刻板印象，使着药瘾者在戒瘾的过程中面临真侪挫折甲阻碍，在生活当中找无支持的情况之下，搁走上回头路。药瘾戒治需要长期抗战，除了医疗协助，更需要家庭以及社会支持，才会当予药瘾者有更坚实的力量，行过这段艰辛路程。透过爱甲陪伴这面力量，来支持药瘾者顺利回归社会。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但是客家人口大约11万外，虽然无明显的客家乡镇区，不过市府伫去年成立一级单位客家事务委员会，就希望永续推动客家文化。而目前伫客家文化会馆，才展出一群客家前辈来台南拍拼的老故事艺术展，邀请民众踊跃前往参观。来到客家文化会馆，伊伫眼中除了客家风情的布置，客家事务委员会为了庆祝客家元年，特别开办老故事艺术展，记录18位对无同领域来台南拍拼的客家前辈，多用大型的艋舺造型来呈现，嘛描写因为文化传承的无私奉献，同时出册来珍藏。上午市长嘛亲自参与开幕式，希望政府甲民间合作，持续努力伫文化前进。我想，台南市客委会成立之后呢，我们会积极的找到跟中央跟基层的一个连结，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沟通平台，让我们客家这一代的客家人、上一代的客家人以及下一代的客家人都能够在我们的历史中能够找到他们自己的定位，也找到他们自己的归属跟认同。尤其重要的是在语言文化方面，尤其像今天的一些客家的展览，我们都希望说很多不管在学校或是客家人的团体，都能够带他们的下一代小朋友或者是学生们来看一看一些客家文物以及客家的风俗习惯，来找到自己的一个归属。好，我想这个部分是这个展览的目的。我等一下来看我自己的，我觉得会有很深的一个冲击，也很深的一个认同。所展览的主角拢是少年来台南工作生活，最后伫台南落地开基山丘，包括市长吴伟霆嘛是台南客家的第2代。市长的妈妈是台中东势客家人哈，那他自己也说他是客家人啊，因为他就是落脚在台南的第2代，也同时也是台南人，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市长或者很多的朋友们，其实都是这样的身份哈，一方面认同客家，一方面认同台南、认同台湾，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台湾多元族群文化的展现。市表示，日后将每一档拢会照着多位文字展览甲出版，将一百有故事的台南客家人绍介给大家。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中嘉宽屏上主青山观光团队为了宣传媒体素养，避免民众受到假消息危害，持续巡回社区来分享。伫今年度最后一场的课程来到东区后尾社区，真侪志工拢踊跃出席，但市长夫人嘛教场代言，呼吁查证的重要性。30几位包括环保、关怀访视和巡守队的志工，都聚集在虎尾社区关怀据点，听取中嘉宽屏双子星团队所分享的媒体识读。对这群50、60岁以上的志工而言，吸收资讯的机会和年轻时已大不相同，尤其诈骗和假讯息层出不穷，要长辈去分辨，相对会较困难。所以，透过轻松趣味的课程和有奖征答，至少要让大家知道收到假讯息不要再转传，甚至可以善用科技软体进一步查证，做一个聪明的乐听众。会中志工都踊跃互动，场面相当热烈。请你转传，请你按赞跟转传，对不对？转传，它会叫你一直传，也会有时候会请你按赞。课程对我有帮助，因为你可以去分辨一些
假讯息或者是真的，你可以有一点判断的能力。谣言止于智者，今天社会的混乱，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这种假讯息，造成整个社会的一个混乱。那今天的课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宝贵的一些意见。中嘉宽屏双子星3冠王为了宣导媒体识读，避免民众被少数资讯来源和争议性节目所影响，所以持续巡回社区，锁定各年龄层来宣讲。今年度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也已经达到12场。其中虎尾社区这一场，台南市长夫人刘玉金除了到场肯定志工热心服务的精神，对于假新闻甚至网红靠变脸科技合成不雅照赚钱为例，要求市民一定得善尽查证。前阵子在社会新闻里头都有看到变脸，对不对？其实事实上，它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科技，被有心人士不实人士去做这样子的这样违法的事哈，真的很可惜啦。所以我们的百姓哈，我们的市民都很善良的，所以请大家务必哈善用我们的科技，但不能做违法的事啊。有一些在你的 FB 或者 LINE 或者 IG 抖音在流传的一些事情，请要求证，一定要有多方求证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去证实这个消息是对还是不对。好，这样子也不会污染到你的思想，也不会污染你的头脑，也不会污染到你的生活。好拜托大家尤其是台南市民都有高智慧的，一定要这样子做哦。志工服务时常得接触人群，透过课程的收获，每一个人都成为终结假消息的种子教师。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为了打造台南成为旅游观光的好所在，市府今年得到海洋委员会补助，执行黄金海岸规划案，对渔光岛到昆士湾做整体规划，并且持续向中央申请黄金海岸海洋新乐园，就希望打造出台湾版的迈阿密海滩。6号上午，关旅局伫咧雅国 Visions 微醺参酒馆举办黄金海岸水陆域油气整体规划案的成果发表会，市长惠婷嘛特别亲身到现场来感谢中央各级机关的协助，让台南有机会继续来开创观光的旅游好所在。所以说，我想就在环港这样绕一圈，可以知道我们的这个月牙湾啊、黄金海那个美丽，我们西海岸线的美丽哈，还有我们这个安平港这边真的是波澜不兴。我们安平港的潮差只有48公分，台中港的潮差有3公尺，涨潮、退潮对码头涨潮的时候船在这边，退潮的时候船在那边所以说我们的港口的这个地理位置跟它的天然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雅果的洪董事长他们决定在这边把他们游艇基地做起来。他们本来也在其他地方有做游艇基地，后来一个台风来就毁了所以说在这边最好。那我们希望说接下来延续安平港这么优越的条件，我们能发展观光，结合昆山，结合黄金海岸，打造我们台南市最好的这个观光休闲产业之一因为安平港的涨退潮敢若差48公分，所以雅果游艇集团选伫咧安平来开发，透过结合安平港的条件，准备大力来带动台南的观光，打造完善的观光休闲产业。因为确实台南的海域有60几公里非常的长。
那过去呢，其实在这个海洋的一个政策上面哦，不是那么的友善哦。那在这几年的努力之下，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向海致敬的政策发扬光大之外，也希望能够把海洋水域油气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哦，能够打开来，让大家知道清水接近海洋哦，其实才是台湾这个岛屿一个基本的特色。那再加上台南，我们有海洋，我们有平原，我们有山，其实我们有相当多丰富的物产啊，特别是海洋孕育着我们整个台南的这个沿海的这个各个我们的各区哦。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哦，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那也能够透过我们的合作团队合拓哦，他们其实做了很大的一个工作室。我们其实在地方不断的跟我们的居民、跟在地社区的民众我们的这些伙伴们，特别是在地的社区哦，因为其实观光产业它必须要整合在地的资源哦，要有人做，这个客人才有办法受到好的服务哦。所以其实这个计划我们办了非常多次的在地的一个公听会跟说明会，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讨论会哦。那也透过这一次一次的一个我们的爬梳，让今天可以在这里我们有黄金昆生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哦。黄金海花距离第17线甲第86线的快速道路非常的近，伫交通上非常的方便，所以特别努力来争取经费。所以来每年的时阵来准备执行安南区到北门区的旅游轴线整合，继续努力来打造完善的旅游胜地。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有一位26岁男性，因为不时胸坎杂杂，所以到心大病院看医生，检查结果显示是冠状动脉有严重塌掉的。经过开刀安装支架以后，该名患者已经回归正常的生活。随身提醒：如果民众有胸坎痛，加上老气寒，一定要看医生来详细诊断。新台病院内科部主治医师张昌伟表示，心血管疾病的成因大多为动脉粥状硬化造成，会互血管硬化、狭窄，进而造成塌掉的。一般好发伫咧中老年者，但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是无健康的生活形态，比如是食薰、啉酒、无明等因素，互这项疾病好发年龄有年轻化趋势。新台病院最近就有一位26岁少年患者，因为胸闷就医，经过心血管摄影显示，竟然发现是冠状动脉严重狭窄。这是一个26岁的男性，那本身有肥胖的问题 ，BMI 大概33、34，非常的高，还有高血压、高血脂肪，但是药物顺从度不是很好那因为这些治疗并不是非常的顺从度非常高，加上他有胸闷、胸痛的原因，我们帮他做一些详细的检查，经由了心电图、心脏超音波，甚至运动心电图以及电脑断层，其实发现血管有严重狭窄的问题，但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所以我们建议他住院做心导管的检查。那经由导管检查、置放支架之后，症状改善非常的多，已经可以日常生活都没有受到影响。真侪人伫日常生活当中，拢有可能发生胸闷、胸痛状况，但真正甲心脏有关的，大概只占15%左右。而一般民众真困难判别严重程度，可能因为疏忽病况而造成猝死的遗憾。胸痛基本上的话，建议一定要非常严阵以待。因为很多患者胸闷、胸痛有可能第一次发作就是已经猝死，送来医院必须要做急救，所以有一些蛛丝马迹，有在不舒服的时候，建议还是来医院做专业的一些详细检查会比较好。张昌伟医师表示，不管是少年人，或者是老年人，拢有可能发生胸痛、胸闷。大部分状况虽然是因为轻微病因造成，但若发生，应该小心为上，找专科医师检查。避免因为一时的轻忽而造成终身遗憾。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2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